头来中华远远乡公所要打造一个行政园区，因伫2005年时就捌甲行政院申请一块1.8公顷的军方的用地，而且嘛向中央申请6000多万的经费，严过18档过去拢掂准，迄块地即马搁囥伫遐拍远。监察院认为公所和负责监督的中华县政府拢有责任，所以伫昨昏通过对因的纠正。 门口一个小锁行入去，是旧式国军营舍，暗过内底便所玻璃破去，壁画甲乱糟糟，亲像拍远。这是伫中华县分恒乡中山路的分恒乡行政园区有定地，暗过平常讲10多年来拢无变过，拢是这个模样。外口伊拢无迄个叮当啦，安尼。本来讲要创民宿啊，但是这个民宿好像没有人住吧？哦，大概到上尾大边个呀。 对不？啊，应该是还是维持这个现状了，没什么改变。行政园区计划1.8公顷，早年是泡平园区，分恒乡公所2005年用行政院申请半用土地，打算将公所搬过来，搁起乡镇博物馆、多用途广场、休闲园区等。 佮向内政部、交通部、中华县政府申请6000多万补助征收，不过因为无完成土地变更，也无摕到建物使用执照，园区拍远18年，监察院18经费，公所甲县府爱负责任，通过纠正案。那拨用土地也没有按照原来的拨用计划在使用，整个。 拨了土地将近20年，花了6000多万，就现在就等于闲置荒废在那边。彰化县政府它的上级督导机关，它也没有善尽它督导行政服务园区，也完全没达到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纠正。分恒乡长林世平表示，这拢是前乡长的作为，目前爱等监会调查报告了后，才决定未来走向。也反驳部分的所在已经提供给清洁队使用，环境要专人摒扫管理。在我接任之前，他就是这样。 我们想说，在等这个调查之后，看怎么样，我们再来朝这个方向来处理的。即使没有把它荒废，你进去看，你也看到它其实都还很整洁，所以我们都是有打扫的，我们都是有专人在管理的。中华县府指出，乡公所今年6月才申请土地变更，目前在审查当中，会赶紧开发使用。国有财产署是讲，若公所无法度照原本项的计划使用，无排除废止收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